无经典。经典就是你进生命的救命签，各位请想爱记哦。经典就是你进生命所有问题财官啊、失官啊、州官，不管你啥物官，你所有官来为救命的，你的签诗甲救命的关键人叫做经典。咱即拢欠一个，咱有闲划手机，莫看经典，因为经典看拍伊想要困，不要紧，你着甲摕开，困10档啊有无？搁摕开你着发现，哦，我第一天看一页就困尔，第二天看一页看困，第三天看3页才困，第4天我看10页才困，循序渐进。莫互家己讲我看无，我就放我困，即件代志足重要。好，最后建议，咱每一个人来处不同，咱的做法来处不同，作为也不同，然后根基是累世修。你尽看到，即摆咧开花结果，咱来借着道路来陪咱的目的，借着咱去外口看相，咱去看相，咱袂使自理，咱明理，但是袂使自理。然后老师就甲咱讲，这幕后的事情无奇不有啊，这时机无奇不有啦，真真假假无人看拢无，所以甲咱讲爱用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伫倒，你就是爱摕出你的真目睭，摕出你的双面镜，要看后斗壳仔双面镜。先生甲咱慈悲的时阵，咱来去思考，或许有时候他讲的不好听的话，里面有真理，但是或许有时候它是出自于更虚伪，甲你讹了，你可能嘛是爱去思考，讲我可能谈我讲了无好势，爱改变，所以咱来多度人，然后多参与帮办，然后多来参与经典的这个人才的学习所以或许今天呢就到学习到这边讲了真侪不少较错看起来咱先问下这一宽，咱付前人，咱各位点师，各位浅显大德给候选多多指正，那最后祝大家都能够真正的适得天时的紧急不可逆，然后呢用真智慧迎接新格局，谢谢。感谢讲师慈悲贤道出。